即係我覺得你 Minimax 2513、3317呢啲，甚至兆易創新，你以往可能買隻個股要10% 止蝕，我諗呢堆嘢啊，你起碼要20% 止蝕。睇片之前記得撳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Tasty Money YouTube Channel，以後有新片你就會收到通知㗎啦。咁多謝阿里咯嚇，你可以話咁啊，晏晝嘅話，而家阿里都係枕住高位嘅嚇，頭先做過140蚊。咁佢業績前放呢啲咁嘅公告出嚟咧，咁其實即係你問我，即係大家即使又好似開心啲咯，即係個市又開心啲，指數又開心啲，但係咁買咗阿里咁或者未買嘅，咁點算咧？係嘛？咁業績前想搏下我啲又點算咧？咁啊，即係臨業績前一日喎，你咪再衰啲啊，係嘛？嗱，我即係預咗實有觀眾問阿里嘅啊，咁揾埋咧，即係市場上啱用、好炒又街貨少嘅咧，穩定俾你㗎啦。啊，瑞銀26262可以睇下呢隻7倍半嘅啊，26262咁就因為有啲係同一類型嘅7月頭到期165蚊嗰啲咧多街貨，呢隻冇街貨26262咁我唔知咧，大摩係咪又先知嚟嘅咧？即係佢前3兩日咧，咪華爾街見聞咁樣 call 大摩講啦，咁就話如果阿里雲即係今日就出公告佢話如果阿里雲咧為例啦咁啊，整體合同價格每上漲1%，佢嘅 EBITDA 利潤率可提升1%，EBITDA 預測值提高11%咁如果上漲10%咧，就個 EBITDA 利潤率提升4%。咁而家咧個阿里雲係上升34%，漲價係嘛？漲價啦嚇，咁喎係嘛？咁我就另外我冇啦，即係你其實講緊係大陸裏邊，即係都有講啦，係嘛？啲電力即係嘅壓力啊。或者而家就係講緊，即係會唔會而家啲雲可以即係而家漲價對沖翻係嘛？咁你個問題係我再查翻啦 ，AI 用 AI 查係嘛？大陸裏邊嘅雲咁咧，佢都仲有好多細分嘅。如果整體大陸嘅雲咧，就當然係阿里或者係華為嗰啲，跟住就可能先到騰訊，咁跟住再後邊先到百度咁就排得後啲嘅百度。但係如果你再睇咁樣，如果你 AI search 咧AI 相關嘅雲服務咧，其實阿里百度係第一、第2位嘅大佬，即係百度嘅智能雲啊。OK。咁佢晏晝即係近排頹頹地啦，隻百度咁晏晝都跟埋阿里彈翻啲，咁我加百度咯，我又唔使賭業績。其實你買隻 Minimax 升得幾多嗰啲錢咧，即係佢升幾多 percent 咧，等於買隻輪證嗰啲錢嘅。我自己覺得，你夠膽死買落去嘅話，其實差唔多。買隻輪證賺幾個 percent，你 Minimax 升幾個 percent，你買騰訊你買一大啊嘛。一樣咯，即係其實多呢啲嘢喺度炒咧，我覺得係好事嘅。即係港股咧，其實以往冇呢一堆嘢咧，其實都幾悶。有呢堆嘢我自己覺得係好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就都係咯，即係提醒翻你買個量你唔可以買得太大啊。OK。好啊。即係我覺得你 Minimax 2513、3317呢啲，甚至兆易創新，你以往可能買隻個股要10% 止蝕，我諗呢堆嘢啊，你起碼要20% 止蝕。咁好啦，你預20% 先止蝕，因為佢一日都行20%，係咪先？咁你預20% 止蝕嘅話，咁你係咪坐底啊？係坐底，你買落去，你只能買其他個股或者係剩嘅一半或以下嘅錢啊，坐底係嘛？因為你用10% 止蝕一啲可能大股或者係平時嚟計嘅正股啦嚇，當10% 係你止蝕嘅位啦，around 啦當，而10% 未必係我一隻啲個股嘅一日嘅波幅嚟噶嘛，係咪啊？我啲個股可能一日波幅係3至5%，你就用10% 止蝕，咁呢啲個股嘅一日嘅波幅係15至20%，你又用20% 止蝕，其實係已經多咗啊，即係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應該要30% 止蝕。好啦，用30% 止蝕，即係你買落去嘅注碼，你只能夠係其他嘢正常嘢嘅1/3。係嘛？好啦，咁如果你買隻騰訊，你係買10萬蚊一冚；你買隻 Minimax 100又係買10萬蚊一冚，你兩嘢俾佢挫死咗啦！你買落去先啦。即係買大波幅同細波幅。你睇下隻3317頭先講嗰陣時，先買160幾，係嘛？咁佢而家都140幾嘅。咁係講緊頭先嗰陣時嘅3點鐘160幾，同4點鐘係140幾，嗰度係20蚊嘅。咁嗰度20蚊嘅係講緊佢嘅已經係10幾個%。即係你唔好話一日20%啦，即係日中來回波幅係嘛？可能即係20%俾少佢。20%俾少佢 ，OK。好，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